近年一啲魚好似海紅斑同埋三刀魚數量咧係得返10年前嘅1成。漁民就話咧，近年捕獲嘅魚種類起碼少20-30種。由黃永國報導。海紅斑係貴價魚，野生嘅要300幾蚊1斤。10幾年前喺香港境內水域都揾得到，但而家有錢都未必食到。嗰啲紅斑魚啦、三刀啦，同埋啲冧蚌啦，呢啲係最靚嘅魚嚟嘅，頂級㗎啦。都呢幾年都越嚟越少啦。少咗幾多度？哇！剩翻1成都唔知有冇。唔止海紅斑，其他海鮮都越來越難揾到。有漁民就話，相比10幾年前，而家捕獲嘅魚種類少咗20-30種，主要原因係珠江三角洲嘅基建工程污染咗海水。整個嘅呢20年來啊，嗰個魚類嘅品種啊，魚類嘅質素都變咗嘅，比20幾年前所食嘅魚類產品係差好多嘅。要避開污染嘅水域，漁民要去較遠嘅南中國海捕魚，結果增加佢哋嘅捕魚成本。有線電視記者黃永國報導。